二戰末期，日本喺太平洋戰場一路節節敗退。馬里亞納海戰慘敗之後，美軍嘅 B-29遠程轟炸機直接將東京所在嘅關東地區納入轟炸半徑，戰火眼睇就要燒遍日本本土。呢個時候嘅日本海軍正面硬碰硬已經完全擋唔住美軍，於是將重心轉向一種瘋狂嘅作戰方式——特攻。佢哋召集一批狂熱嘅年輕飛行員，將戰機座艙前方塞滿高烈性炸藥，改裝成飛行炸彈。一旦發現美軍艦艇，就連人帶機撞落去，企圖用呢種手段阻擋美軍推進。呢支小隊就係神風特別攻擊隊。呢種自殺式攻擊喺戰場上到底起到幾大作用呢？嗰啲飛行員又點解甘願執行呢種炮灰任務？今日我哋就嚟講下日本嘅神風特攻隊。呢一支攻擊隊點解要改名做神風？其實源自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嘅對日戰爭。當時元朝嘅前身大蒙古國建立之後，四出征伐，向西打到歐洲嘅奧地利，向南打到印尼嘅爪哇島，向北越過西伯利亞直達北極圈，幾乎吞併咗後來俄羅斯帝國嘅全部國土，成為當時世界上版圖最大嘅帝國。喺東方，高麗早就歸屬蒙古，成為蒙古嘅附屬國，但隔住一片海嘅日本就始終唔肯歸順。於是蒙古以高麗做中介，先後派出6批使節去招遇日本，要求通好，實際上就係勒令日本歸順大元。但係當時日本扛倉幕府全部拒絕，於是忽必烈決定用武力征服日本。由於蒙古擅長陸戰並唔擅長海戰，喺對日作戰之中遇到重重阻礙，元軍分別喺1274年同1281年發動咗2次對日東征，投入兵力達40萬人，史稱元軍侵日戰爭。但係2次東征都因為海上突然出現颱風，令元朝艦隊損失慘重，東征計劃徹底擱淺，最後元朝放棄咗佔領日本嘅意圖。而日本卻愚昧咁認為係神武天皇嘅魂魄掀起神風，擊退咗元軍，日本亦都因此避過被元朝滅國嘅命運。神風呢個詞自此喺日本就有咗扭轉國運、絕境翻盤嘅意思。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，日本就曾經用神風命名敢死隊，以自殺式攻擊強攻俄軍駐守嘅旅順203高地。最後日軍攻下203高地，一舉扭轉咗日俄戰爭嘅戰局。所以去到二戰末期，為咗抵禦美國海軍嘅強大攻勢，日本制定咗一系列瘋狂又偏執嘅作戰計劃。日本海軍航空隊嘅自殺攻擊隊就被命名為神風特攻隊。佢哋確立一人一機一彈，以命搏艦嘅作戰目標，專門對美軍軍艦實施俯衝撞擊式打擊。美軍航母更加係佢哋嘅重點攻擊目標。1944年10月17號，日美即將喺菲律賓海域爆發大規模海戰。面對同美軍懸殊嘅兵力差距，啱啱就任日本第一航空艦隊司令嘅大西比治郎匆忙趕赴菲律賓，妄想挽救已經氣數將盡嘅日本帝國。大西同治郎係日本海軍大將山本56嘅心腹，亦係策劃偷襲珍珠港嘅核心人物之一。1943年山本56墜機身亡之後，大西同治郎成為日本海軍嘅核心關鍵人物。佢早年係戰鬥機飛行員，升任參謀官之後，極力反對日本海軍軍部嘅大艦巨炮主義，主張優先發展航母同艦載機，更加堅決反對建造大和級戰列艦。大西曾經直言，建造一艘大和級戰列艦嘅經費已經足夠製造3000架戰鬥機，而呢3000架戰機足以摧毀美軍10個航母編隊。佢研判，駐守菲律賓嘅日本航空基地可用戰機不足200架。加上參戰航母同周邊支援戰機，能夠投入對抗美軍嘅戰機總數唔夠700架。面對動輒數千架戰機嘅美國海軍，呢少少兵力根本就係杯水車薪，唯有採取以小博大、以弱博強嘅極端戰法，先有可能扭轉戰局。佢隨即召集參謀人員開會坦言，戰局已經去到生死存亡嘅關頭。菲律賓保衛戰嘅成敗，直接關係日本帝國嘅國運。大西認為，拯救日本海軍唯一嘅辦法就係組建戰鬥機敢死隊。每架戰機掛載大量高烈性炸藥，俯衝撞擊美軍航母，用一架戰機嘅代價，換取敵方數十艘戰艦受損甚至被摧毀，先有機會阻擋美軍推進。呢個瘋狂諗法一提出，立即得到日本軍部認可。短短2日之後，大西就收攏第一航空艦隊殘餘力量，組建以尋找並且殲滅美軍航母為目標嘅神風特別攻擊隊，簡稱神風特攻隊。當時日本飛行員極度匱乏，根本湊唔齊作戰人員。大西於是將目光投向日本航空軍校，喺入邊搜羅戰爭狂熱分子。首批神風特攻隊員就係24名尚未畢業嘅航空軍校學員。呢班人大多數未滿20歲，飛行時數唔夠100小時，連合格戰鬥機飛行員嘅標準都未達到。
卻喺軍國主義洗腦之下，抱住對戰爭嘅狂熱、對天皇嘅愚忠，義無反顧投身自殺式任務。呢啲神風隊員甘願赴死，最核心嘅根源就係被灌輸咗武士道精神。武士道本來係古代日本武士階層嘅道德規範同處世哲學，標榜義勇、仁義、誠信、名譽、忠義、克己等信條，核心極致推崇中無條件效忠君主。而呢個君主就係日本天皇。為咗天皇，武士可以捨棄一切。對武士嚟講，完成效忠使命高於生命，死亡只係盡責嘅一種方式。未能完成使命，比死亡更加屈辱。二戰時期，日本軍方刻意扭曲，利用武士道精神，將佢變成洗腦普通士兵嘅工具，大肆宣揚要絕對服從天皇命令，為天皇獻身係軍人至高無上嘅榮耀。因此，當時神風隊員嘅遺書入面，大多數都寫住為天皇獻身係此生最大嘅榮幸。呢支特工隊一共編成4個分隊，分別取名朝陽、櫻花、神奈川等，名號全部取自日本古典文學作品。就係咁，24名軍校學員悄悄展開咗神風特工隊嘅首次作戰任務。日本軍方倉促推行神風計劃，核心原因係日美即將喺萊特灣爆發大規模海戰，史稱萊特灣海戰。一旦菲律賓失守，東南亞南部嘅石油、橡膠等戰略物資就無法輸送到日本本土支撐戰爭機器運轉，日本南線戰爭經濟命脈會被徹底切斷。呢一場海戰對日本嚟講至關重要。日本海軍孤注一擲，出動咗當時幾乎所有剩餘海軍兵力。成場萊特灣海戰，日美投入艦艇總噸位超過200萬噸，其中美軍艦艇噸位133萬噸，日本海軍73萬噸。呢個數字佔到日本二戰海軍總噸位1/3以上。即使係咁，日軍兵力同美軍相比，依然處於絕對劣勢。神風特工隊就喺咁嘅背景之下倉促登場。經過6日緊急整備同簡易訓練，首批24名神風敢死隊員正式出擊。呢個時候，萊特灣海戰已經打響，日本海軍節節敗退，損失慘重。10月25號清晨，萊特灣海域霧氣瀰漫，能見度極低。特工隊接到情報，美軍一支航母特遣艦隊正喺西側海面機動，準備增援萊特灣主戰場，命令神風隊員即刻起飛，對呢支航母編隊實施毀滅性打擊。5名特工隊員隨即駕機升空。神風隊員執行任務之前有固定儀式，先飲下所謂天皇御賜清酒，壯行祈福。起飛之後喺機場上空盤旋3圈，接受地面隊員列隊敬禮。全體地面軍人肅立，目送戰機遠去。日軍刻意用呢套儀式包裝自殺行為，賦予佢所謂神聖色彩，令隊員自認為係為天皇執行終極使命。喺呢種精神麻痹同狂熱洗腦之下，佢哋先會甘願義無反顧撞擊美軍軍艦。出擊嘅5架特攻機全部係零式戰鬥機，亦都係二戰日本主力戰機。座艙入面，呢班有去無回嘅隊員頭前白色頭巾，頭巾上印住必勝字樣。戰機座艙入面塞滿高烈性炸藥，機身拆除所有求生設備，取消降落傘，斷絕隊員生還退路，逼住佢必須完成撞擊任務。半個鐘之後，5架特攻機飛抵萊特灣上空，神霧散盡，海面視野一覽無遺。呢個時候，美軍完全唔知道日軍已經推出自殺式戰機戰術，即使雷達偵測到零星戰機，亦都冇即刻攔截。喺美軍眼中，區區幾架日軍戰機根本構成唔到威脅。上晝10點50分，5架特攻機抵達美軍艦隊上空。講時遲嗰時快，5架戰機立即分頭鎖定目標，各自衝向一艘美軍軍艦，不顧一切俯衝撞擊。美軍嚟唔切反應，一架特攻機徑直撞上美軍聖羅號護航航母，伴隨住劇烈爆炸聲，航母瞬間燃起沖天大火。2分鐘之後，甲板下方油庫被引爆，沖天火柱騰空300幾米，遠遠睇就好似被重型遠程火炮擊中，航母甲板瞬間陷入混亂，艦員慌忙展開救火。與此同時，其餘4架特攻機亦都相繼衝向其他美軍軍艦。5架特攻機之中，只有1架被美軍防空火力擊落，其餘全部精準命中目標。30分鐘之後，最先被撞擊嘅聖羅號航母沉入海底，艦上889名官兵之中143人遇難，連同27架艦載戰機一齊葬身海底。另外有3艘美軍軍艦遭到重創。神風特攻隊首戰表面睇似乎告捷，5名隊員換嚟美軍4艘軍艦受損沉沒，27架戰機損毀，143名官兵陣亡。大西備治郎對呢套特攻戰術相當得意，日本軍部隨即決定加大特攻計劃執行力度，妄想憑藉自殺式攻擊將美軍阻擋喺菲律賓之外。喺反艦導彈仲未問世嘅二戰時期，能夠由人為操控航向嘅自殺式戰機，等同於一枚枚人工精確制導導彈，戰術初期攻擊效果的確相當顯著。
經常一架特攻機就可以重創甚至擊沉一艘美軍軍艦。但係美軍摸清日軍特攻戰術之後，好快就升級防空火力，對所有來襲日軍戰機實施飽和式攔截。此後神風特攻隊成功戰例就變得好少。再加上戰爭後期日本資源枯竭、物資匱乏，航空燃油只能夠用酒精勾兌稀釋，戰機性能大幅下滑。神風戰機起飛之後，大多喺途中就被擊落，成功率急劇暴跌。神風特攻隊初期主力機型係日本零式戰鬥機，美軍後來發現零式戰機發動機馬力不足，為咗提升飛行速度，只能刻意減重。日本三菱重工為此研發咗一款特種鋁合金50艦鋁，材質輕薄堅硬，延展性優於鋼材，被大量用喺零式戰機機身。但係呢款鋁合金致命缺點係極容易引燃，一旦被穿甲彈擊中，成架戰機就會凌空爆炸。因此零式戰機亦都被美軍戲稱為空中打火機。美軍更加針對性研發出專門克制零式戰機嘅穿甲燃燒彈。零式戰機一旦被鎖定，往往喺空中就被擊爆，凌空起火。後來日本又將瑞星艦載俯衝轟炸機改裝成特攻機，加裝防彈裝甲同防彈油箱，掛載一枚800公斤航空炸彈。戰機俯衝瞬間可以依靠慣性投放炸彈，即使機身中途被擊落，炸彈仍然可以靠慣性撞擊目標。除此之外，仲有櫻花特攻機，係日本資源枯竭之後打造嘅專用自殺飛行器。佢本身冇動力系統，由大型轟炸機掛載到美軍艦隊附近空投，特攻隊員只能操控尾翼調整航向，一經投放就絕對冇生還可能。但係款飛行器機動性極差，實戰攻擊效率極低。戰爭後期，美軍已經摸清攔截，應對神風特攻隊嘅全套戰術，空中自殺式攻擊收效甚微。日本又開始研發各類海上、水下自殺式武器。自殺微型潛艇早喺1943年就已經立項設計，最初定位係小型常規攻擊潛艇，後來被強行劃歸神風特攻隊，用嚟做自殺襲擊。呢一款潛艇排水量唔夠20噸，只能夠容納2名操作人員，搭載600公斤高烈性炸藥，發現目標之後直接連人帶艇撞擊軍艦。日本戰時累計生產400艘自殺微型潛艇，原本計劃全部用於本土決戰。隨住美軍投放2枚原子彈，日本宣布投降。呢批潛艇最終未能夠投入實戰。仲有更加變態嘅回天魚雷，屬於人操可控魚雷，由母艦鎖定美軍艦位之後，喺水下釋放魚雷。特攻隊員搭乘魚雷操控航向，隱蔽接近目標之後，連人帶魚雷撞擊敵艦引爆。日本累計製造回天魚雷約300枚，實際投入使用100餘枚，只擊沉美軍寥寥數艘軍艦，大多數出擊任務都因為無法隱蔽接近美軍艦隊而被迫放棄。戰後美軍發現日本回天魚雷秘密工廠，先知曉日軍呢款瘋狂武器。為咗籌備本土決戰，日本海軍仲研發咗各類奇葩自殺武器。自殺高速快艇採用大馬力高速快艇滿載炸藥，隱蔽潛伏喺海島洞穴之中，發現美軍軍艦之後全速衝出撞擊引爆。戰爭結束嘅時候，日本已經集結520艘自殺潛艇、600餘名自殺艇隊員，因為日本投降，全部未投入實戰。呢類自殺快艇喺2戰之中未曾擊沉任何美軍軍艦。佢喺數十年後被恐怖組織效仿，基地組織曾經駕駛自殺快艇喺亞丁灣撞擊美軍科2號驅逐艦，劇烈爆炸喺艦體中部炸開直徑12米嘅大洞，軍艦爭啲沉沒，造成美軍17人死亡、35人受傷，足以睇出呢類自殺武器命中之後嘅巨大破壞力。仲有特攻潛水員，潛水員攜帶一支5米長竹竿，竹竿頂端固定水雷，潛伏喺淺海海底。等美軍登陸艇靠近之後實施爆破，因為美軍最後冇登陸日本本土作戰，近1000名特攻潛水員先得以保存性命。神風特攻隊任務本身就有去無回，隊員損耗無法補充，可出動架次亦都越嚟越少。更加關鍵嘅係，自殺攻擊成功嘅隊員無一生還，無法返嚟總結戰術、優化打法，特攻戰術始終原地踏步，毫無改進。日子一耐，隊員內部嘅厭戰情緒悄悄蔓延，甚至有特攻隊員起飛之後心生悔意，以未發現美軍艦艇為理由折返基地。亦正因為咁，戰後仍然有少量神風特攻隊員存活落嚟。一位幸存嘅神風隊員戰後接受訪問時坦言，1945年之後，日本海軍對神風特攻隊嘅指召變得越發瘋狂，幾乎將所有飛行員都當成人體消耗炸彈。前線戰機損耗巨大，航校學員早已經供不應求。日軍開始喺全軍強制招募神風隊員，所有飛行員都要填寫志願表，表格上只設2個選項：渴望加入、非常渴望加入。實際上就係變相強迫所有人參戰。但凡拒絕填表、唔願意加入嘅飛行員，都會被安上叛國罪名論處。神風特攻隊隊員大多抱定有去無回嘅結局，
咁佢哋出征前嘅慷慨誓言，去到生命最後一刻，係咪依然堅守？人性本能都兩往生存，人喺臨終瞬間往往會卸低偽裝，講出內心真正諗法。神風隊員執行任務嘅時候，通訊全程保持開啟。有人俯衝撞擊之前高呼大日本帝國萬歲，天皇萬歲，但亦都有唔少人喺生命最後一刻大聲呼喊母親戀人嘅名字，流露出強烈嘅求生渴望。更加有隊員臨終之前痛罵日本軍部，怒斥逼年輕人送死嘅戰爭狂人。呢一刻佢哋先徹底醒悟，所謂天皇榮耀、家國大義，不過係軍方挾持年輕人充當戰爭炮灰嘅藉口。成個二戰期間，神風特攻隊累計出動戰機4000餘架次，只擊沉美軍軍艦47艘，整體成功率只有1.1%，造成美軍官兵傷亡7000餘人。對比太平洋戰場美軍上千艘艦艇、上百萬作戰兵力嘅規模，神風特攻隊實際戰術戰果微乎其微。但呢種瘋狂嘅自殺式襲擊，對美軍官兵造成極大心理恐慌同精神壓力。唔少美軍士兵此後一見到日軍戰機，就本能聯想到神風特攻隊，仲有大量官兵因此患上嚴重戰爭心理疾病。而日本神風特攻隊瘋狂嘅自殺式襲擊，亦令美軍高層清楚意識到，如果強行登陸日本本土展開地面作戰，必然會付出極其慘重嘅傷亡代價。當時美軍預估全面攻佔日本本土，傷亡人數至少突破100萬。為咗避開巨大人員傷亡，逼日本快速投降，美國最終決定投放原子彈。從呢個角度嚟講，日本遭受原子彈轟炸，同佢瘋狂嘅神風特攻戰術有住間接關聯，可以話係自作自受，搬起石頭砸自己隻腳。以上就係今日嘅全部內容，多謝大家追蹤，我哋下期再見。